粵語問題：有真神嘅存在家？答：第一點，有，而且神係真實嘅。約翰一書第5章第20節，我哋亦知道神嘅仔已經嚟到，並且賜智慧俾我哋，使我哋認識那位真實嘅。我哋亦喺那位真實嘅裏面，就係喺佢仔耶穌基督裏面。呢個係真神，亦都係永生。羅馬書第3章第4節斷乎唔可以。唔如話神係真實嘅，人都係虛假嘅。如經上所記，你責備人嘅時候，顯為公義；被人議論嘅時候，可以得勝。第二點，神有本體同埋真體。希伯來書第1章第3節，他係神榮耀所發嘅光輝，係神本體嘅真像，常用他權能嘅命令托住萬有。他洗淨咗人嘅罪，就坐喺高天至大者嘅右邊。約翰一書第3章第2節，親愛嘅弟兄啊，我哋而家係神嘅仔女，將來點樣仲未顯明，但我哋知道主若顯現，我哋必須要像佢，因為必要見佢嘅真體。第三點，神有自己嘅形象。創世記第1章第27節，神就照着自己嘅形象做人，係照着佢嘅形象做男做女。第四點，神係存在者，係一位又真又活嘅神。耶利米書第10章第10節，為耶和華係真神，係活神，係永遠嘅王。佢一發怒，大地震動；佢一惱恨，列國都擔當唔起。帖撒羅尼迦前書第1章第9節，因為佢哋自己已經報明我哋係點樣進到你哋嗰度，你哋係點樣離棄偶像，歸向神，要服侍那位又真又活嘅神。